Hello，大家好，呢條片係玩國戰，係觀眾 send 俾我嘅。主視角玩家 ID 係利法座，佢係9區嘅玩家，多謝佢投稿。見到選將框有袁紹雙雄啦，馬超龐統兩個組合，咁呢度咧就建議揀群雄嘅組合啦。即係話晒袁紹顏良文醜咧係有珠聯璧合啦。嗱好嗱，留意咧，2號位啱啱就盲追3號，咁就有獨條嘅，有幾種可能性。一係咧就出殺者呢個2號位係祝融啦，有列印呢個技能啊嘛。一係咧就係場上有蔡文姬，有悲歌。第三種可能性就係3號位咧係賣血將，即係魏國。留意咧，上家喺判定階段同埋出牌階段咧都有技能喎，咁即係其實上家已經暴露咗你係夏侯淵啦。所以話咧玩國戰就唔好立亂去預亮啲技能，即係會暴露身份。呢度有幾個3血不賣啊！2號位咧去殺死5號位呢個逃跑嘅暗將，我咧係唔建議咁做嘅。即係如果你殺出一個呂布獨賽嘅話，咁你被斷場咧就喊3聲。咁啊，呢度2號位就亮咗小喬，即係排除咗頭先啱2號位出殺咧，這係祝融啦。好，咁啊，3號位咧係賣血將荀彧。荀彧揸住 AK， 然之後咧佢決鬥小喬，將用走。我覺得咧荀彧咧打得有問題嘅，即係可能覺得我有走喎，咁我唔怕決鬥或者殺你小喬啦。如果我係荀彧咧，我就會揸住 AK， 跟住就會係咁殺下家4號位啦。因為之前4號位咧係試過3血不賣嘅，3血不賣咧係非魏將嘅概率咧係非常之高嘅。3血不賣又係魏將嘅話咧，係得甄姬嘅啫。又或者如果係主將係鄧艾配住啲4血將，例如係張遼啊之類咧，咁啊都係3血不賣嘅魏將。不過咧，始終都係嗰句啦，3血不賣係非魏嘅概率咧係好高嘅。所以咧，如果我係荀彧咧，就會打下家。呢個係直播率嘅問題。8位夠啊，即係你都係魏國啦。佢仲繼續殺小喬。嗱，佢第二個失誤咧就係、即係佢兵糧應該最尾先出嘅，即係兵糧啊、樂不思蜀呢啲牌咧，肯定係出晒啲殺之後最尾先出嘅啫。嗱，咁佢呢下咪浪費咗張兵咯。佢原本可以兵住下家噶嘛。周瑜孫策兩將珠聯璧合。哇！1號仲夠啊！咁即係1號係一個隱藏嘅魏將。咁啊大鑊啦！而家有4隻魏啊！上家果然係校淵啦。而家情勢不妙啊，有4隻魏。好嗱，留意咧嗱，右上角牌堆數咧係0張牌嘅。咁咧可以講下，如果你有記牌嘅話咧，即係啱啱呢一次牌堆嘅8粒土已經用晒噶啦。我咧就講過咧，
如果你三國殺嘅技術想提升一個層次嘅話咧，最好係記牌嘅。我玩三國殺咧就會記啲關鍵牌，即係例如係8土3走、2張藍盲、1張慢戰、14張閃等等。咁呢一排堆8粒土已經用晒㗎啦，可以記低。哇！大鑊，仲係司馬國家添。不過唔緊要啊。嗱呢下呢，主視角係要走殺下家噶啦，因為8粒土已經用晒，要賭一鋪。即係除非佢係啱摸2張違計係土走嘅啫，咁啊掂，一下殺死，一下摸4牌，再放張藍盲，又摸3牌。哇！可以反盤啦。好掂啊！好啦，咁最尾呢場亦都順利贏埋啦。好啦，咁啊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